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你今日行咗幾多步呢？你每日喺溫哥華行街、踩單車，可能經過 Main Street、Kingsway、E5T Avenue， 或者去 Mount Pleasant 社區中心做運動。但你知唔知，我哋行緊嘅每一步，其實都踩喺原住民祖先幾千年前生活過嘅土地上。Mount Pleasant 係溫哥華其中一個最早有人類活動嘅地區。早喺超過1萬年前 ，Coast Salish 原住民族包括 Squamish、Musqueam 同 Teasdale、Wartooth 已經喺呢度拋獵、採集、飲水、做儀式。例如你依家見到嘅 Brewery Creek， 以前係一條流經整個社區嘅淡水溪流，原住民會沿住溪邊捕魚、揾草藥、種植同保留佢哋生活嘅智慧。我行過 E5T Avenue 嘅時候，見到一塊牌，寫住 The First Peoples， 講 Scotia Street 嘅溪流點樣同森林、草地、濕地連接，唔止係食物來源，更加係祖先文化、語言同記憶嘅一部分。講開行路，大家有冇留意到 Kingsway 係整個溫哥華唯一條唔跟棋盤式設計，係斜地斜過成個城市嘅街道。Kingsway 係 Mount Pleasant 唯一條對角線行嘅主要幹道，由東南向西北延伸，經過 Broadway 同 Main Street 交界，橫穿咗整個街區。根據 Mount Pleasant Historic Context Statement 的記錄， Kingsway 其實係由原住民同動物使用嘅古老小徑 Ancient First Nations and Animal Trail 本身就係連接森林且荒滅路線。呢條路後來喺1861年由皇家工兵隊升級成英軍運輸道路，連接新威斯敏斯特軍營同英吉利灣嘅海軍儲備地，當時叫做 Westminster Road， 直到城市化之後發展成今日嘅 Kingsway。講開行路，大家有冇留意到 Kingsway 係整個溫哥華唯一條唔跟棋盤式設計，係斜地斜過成個城市嘅街道。Kingsway 係 Mount Pleasant 唯一條對角線行嘅主要幹道，由東南向西北延伸，經過 Broadway 同 Main Street 交界，橫穿咗整個街區。根據 Mount Pleasant Historic Context Statement 的記錄， Kingsway 其實係由原住民同動物使用嘅古老小徑 Ancient First Nations and Animal Trail 本身就係連接森林且荒滅路線。呢條路後來喺1861年由皇家工兵隊升級成英軍運輸道路，連接新威斯敏斯特軍營同英吉利灣嘅海軍儲備地，當時叫做 Westminster Road， 直到城市化之後發展成今日嘅 Kingsway。Kingsway 唔係設計得特別，係特別因為佢根本比成個城市都早出現。你依家喺 Broadway 同 Kingsway 交界嗰度企住，其實你企緊係一條上萬年歷史嘅自然路徑上面。但當然，殖民歷史亦令呢度變得唔同咗。好多街道名，例如 Ontario Street、Quebec Street 係19世紀歐裔開發者起名，代表加拿大各省，但原住民語言嘅地名幾乎完全消失。不過依家開始有人做翻努力，例如 UBC 出咗一份研究報告，提議用翻原來嘅地名，好似 Squaw Chase， 即今日 False Creek Flats、Kiewa、Eskies 等等，作為文化回復同對土地主權嘅尊重。Kingsway 唔係設計得特別，係特別因為佢根本比成個城市都早出現。你依家喺 Broadway 同 Kingsway 交界嗰度企住，其實你企緊係一條上萬年歷史嘅自然路徑上面。但當然，殖民歷史亦令呢度變得唔同咗。好多街道名，例如 Ontario Street、Quebec Street 係19世紀歐裔開發者起名，代表加拿大各省，但原住民語言嘅地名幾乎完全消失。不過依家開始有人做翻努力，例如 UBC 出咗一份研究報告，提議用翻原來嘅地名，好似 Squaw Chase， 即今日 False Creek Flats、Kiewa、Eskies 等等，作為文化回復同對土地主權嘅尊重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